去无踪，予我车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真帮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戆，是我狂，是我痴情又倔强，伊是风，是城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9点半啊！我等阿坤啊，要去人开机动车，行来去啦！有闲的啦。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就是安尼啊！我嘛去人遐上班，咱2工尔，就共休困2工，这真正阮会互头家甲我死头路啦。是啊，这大金婆哦，若知影讲咱2个无去上班啊，一定对咱作失望的啊。是啊。今仔是毋是大金婆要转？对啊。哎呦，咱来紧倒来甲送啦！行啦，紧啦，行啦！来。小姐，你创啥？创啥？阮哦已经陪你足陪1天啊啦，阮也应该会使转来去啊啦，吼！恁爸母哦嘛毋知你变什么棒，天光啊还阁无看人转啊！拜托的吼，今即摆天光啊，阮会使离开啊，安心啊啦，吼！阮来去，行去，来啦！小明啊，阮是足爱陪你踮遮，啊，我嘛足爱甲你佚佗的。啊，毋过哦，阮一日工上班呢，啊，阮都爱食人的头路，我即摆都爱走，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先带你转来去，阮再来上班，安尼好无？啊，对。我爱转去。你无爱转去，啊，咱要安怎上班？对。恁讲恁要上班，咱就上班。我咧卖地米啦，那我咧开计程车啦。啊恁一个月赚偌济啊？我一个月2万6。那我差不多大约共款啦，差不多啦。好，我甲你要听哩，一个月我你10万。哈？10万？是有影无安尼？这囡仔可能着山，着一个我神经小破。我袂敢讲，但迄遮细汉的囡仔，什么咧着山咧乌白讲，迄可能是昨暗吼，咱伫遮咧困，啊无加被，啊感冒发烧烧了过头的款啊。哦。你是参详好啊未啊？还是无够？看你要个月偌济，你讲啊。小明啊，咱囡仔人讲话就毋通遮夸口，对无？咱老师嘛是有咧甲咱教，甲讲做人都爱忠厚老实，袂用共骗的啊。我哪有骗你？你搁讲你无甲阮骗，无你是咧骗鬼未食糊涂水哦？你囡仔人哪有遐济钱啊？你唔相信？我唔相信。你唔信，对来。哈？对来看卖咧，看有影无？这个婆婆较注意一下。对了，妈妈。这是10万，互你2个分啊。我真正弄了就钱就摕出来了。哎呦，足好诶！阿伯做过就先领钱。小明，你拄食迄卡片弄落去吼，迄若有嘛一块互阿姐。啊，
啊，种啊欠用钱的时阵哦，啊，都来这甲弄落去，啊，甲字字咧看爱开偌济，啊，伊就歪看落煞煞，啊，钱就出来啊。我你带上到带去，人家该摕钱去银行夹，再来领咱领有，啊，无请咱领就领有哦。我你上够公安尼你啊？我知行。啊，行。什么啊？3天袂用返转去，佫袂用拍电话，佫袂用看报纸，是啊？是啊，这3天来阿爸好好佚佗。安尼是安怎袂用看报纸？因为阮爸爸大概看报纸，拢会困去，佫会看足久的。你若困去，就无人陪我佚佗啊。那这条我答应你，因为我阿呆哦，唔捌有看报纸的习惯呢。小老板啊，我再来请问一下吼，我即摆上你的班，啊，食你的头路，也唔知要做啥物工课吼。你也陪我食饭佚佗。世间哪有遮轻巧的工课啊？哎呀，小老板呢？啊，借问啊，咱今晚要去倒位啊？先去买新衫，再去佚佗。哇！真好，是是头家。你是伫倒啦？就讲到你猜无？小慧，啊，你若找到袂哈？你毋免问我啦，你哪放弃啊？你规工啊，搁伫咧公司咧开会，你是咧无用啥啊？你还无心情通开会？啊，你是咧讲啥哈？我讲啥你无用，你也毋是毋知啊啦。你连一个囡仔你都教袂好势，你做啥要老母？你死好啊！现在先生，啊，咁就是拢无消息是？无消息。小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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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又搁是恁呐？太太，歹势啦，拄则阮阿爸吼，若毋对的所在，请你原谅啦，拜托你互阮入去好无？我实在吼真烦恼小明，伊到底是安怎失踪的？哼，免啦，我已经有警察斗3工啦，免恁加无啦。无啦，我是讲迄个。阿爸，你有安怎无啦？哦，我甲你讲，你莫家暴啦，这个袂插的走，我都莫该来就好。你喺外口大细声是啥物人啦？啊，就小明迄个老师啦，讲啥物伊咧关心小明的代志，来这要甲咱斗3工啦。啊是要创啥？我哪知，爱搁讲伊烦恼小明啊，谁知影是毋是假好心？电话我已经装好啊，对方随时会打电话甲恁联络，恁大家好好小心。我知影，多谢哈。啊是要安怎啦？小明，你即摆是伫咧倒位啦？愈想愈气，无想无气啊！好啊啦，阿爸，你莫搁生气啊啦，我看吼，咱搁来去一转。搁去一撮，哎呦，秀玉啊，阿爸食到遐济后，唔捌去用闹开啦，哈！想要到安尼小查某搁甲我闹开，哈！我搁转去，拍死都唔转去。阿爸，唉，秀玉啊，迄种家庭哦，有伊款女主人哦，实在真不幸啦。阿爸，世间无迄落做袂成的代志啦，都爱看你家己是要做啊，无爱做啦。我看咱搁来去一撮啦。秀玉啊，阿爸知影你有爱心，但是阿爸无耐心嘛，去甲迄查某讲啊，哈！唉，安尼落去哦，浪费咱的青春。我咧看哦，咱来去军中佚佗，莫插这代志，行，来去。不爱啦，你若不爱管吼，我家己管啦。我来去找大金婆。无，秀玉啊，又要甲阿爸闹开啊！无回工作转啊，阮查某囝心肝真善良，处处拢要为别人设想。赞。奇怪呢，伊两个到即摆袂转来啦？就是因呢，讲迄阿呆真无意思的，甲阿坤啊约好势，讲要去客人车行看车哦，啊应该透早嘛爱赶转来，谁人来到我即摆要转来？哈，我要急死啦！对啊，安尼因主任嘛打电话来讲，啊伊当然是要上班无，无奈安尼2天就无去啊。总讲一句哦，小等阿呆若是转来时阵吼，
我一定要叫因老爸好好甲伊教示一下。有人伫咧无？啊，有啦。先生，请问你是？歹势，借问你吼，这敢是施安领导哈？毋是啦，是讲你找伊敢有啥代志？就安尼啦，就施安吼，拜托我一张被，甲一包物件，要来交因太太啦。哎呦，真拄好了，幸运啊吼，就是因某，你交互伊就用啦。小太太哦，真拄，安尼拄一张被，甲这物件是翁要交互你的啦。多谢多谢。这个拜托一下吼，这佫一个物件吼，拜托你甲交阿呆因某就好无？哎呦，那这拄好，我阿呆因某了。安尼哦，哇，多谢啊。真拄啊。是讲种类吼，阿呆即马人咧倒位？伊被都有写咧，你甲拍开被看，拢知影哦。我无用，我先失礼。多谢。我这个我。还有无啥？这困难的了。哎，秀霞，因讲吼已经找到头路安尼。是啊。有讲什么找到什么头路无？无咧，伊讲无清楚啦。伊无讲甲遮清楚，是讲吼，嘿，安怎？因已经找到头路啦。啊，即马伫外口咧出差啦。啊，咱将一包吼是半个月薪水5万块啦。是啊。这内底是半个月薪水，哇，5万块了。哎呦，谢天谢地哦，这叫做哦一年只有天上啦。哎呀，真赞！我去甲阮阿爸讲一个好消息，阿爸，你紧出来一下啦！哎呦，真赞！好消息我要甲你讲啦，阿爸，都吼，阿伯，我先回来甲阮妈妈讲，我会烦恼吼。好，你紧去讲，紧去。哎呦，真赞！是钱啊啦！哎呦，阿爸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啦，即摆咱阿呆啊，一个月赚10万块了。不，我是有听着，你讲咱阿太即摆一个赚10万块。系啊，咱莫甲滚生笑啦，是啥物头路有啊？一个赚10万块。真是的，但是摕半个月薪水5万块摕起来，你看卖。系啊，半个月5万块，一个月10万块。你是啥物头路好康啦？知我嘛唔知，反正吼，伊甲施安的吼斗阵办公室咧食头路啦，即摆去出差，所以吼，这钱是叫一个人摕来互我啊。我就知哦，我早就讲过，我这后生一定出脱嘞。哎呦，我这好媳妇啊，咱从伊苗着好子当过啊，出头天啊！阿爸，看你欢喜干。水去水啦，你若滴落的吼，会水打通啊，啉，互你炸去吼。佫有哦，佫有佫济吼，这饼啦，那吼，你若不倒枵哦，爱会记你通我摕起来食哦。对啊，对啊。阿慧啦，莫一直叫啦。这也甲你讲啦，我这回若是转来山顶了后吼，你着好好照顾美丽啊，甲看顾这间店，知无？我知啦，这啊，我会听你的话，这间干物店我会甲顾舒适啦。是讲离开了后，你家己的身体着要保重呢。这我知啦。对哦。你这回转公子山，咱遮地啊，唔知要搁离开偌久，才会当搁见面啊。莫想遐济啦。是啊，阿哥，那我嘛会想你了。是讲这回你要转去五指山，咱规整个人拢遮济人要来甲你相识，你若讲唔免啦，我想遮无呢。哎呦，那就安尼啦，人大家拢有膝头伫咧厝，怎么叫人膝头放咧？才专工来甲我相识。哎呦，安尼甲人麻烦，我都足无爱。我毋知利用人还未来的时阵，通我紧来走，安尼较袂麻烦人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嘿咯。哦，这啊，你实在无简单呢。你每一样代志吼，拢先替别人想，甲想你家己呢。哦，我食到死，我看对你袂着。莫安尼讲，慢慢啊来啦。你即马吼上重要是将这间店家顾好，安尼就好啊啦。我知啊。我做到。你是准备好啊，还未啦？准备好啊啦，准备要转来修行20年。我你即马10念，你即马是伫咧念啥啊？无啦，我家己爱念拢念啊。莫念啊啦，好行啦。哦，这啊，保重咧。啊。你讲要行啦，点点我踩过遐。行啦。好啦。阿姐，再见啦。对啊，爱几甲传算花吼。看你个骨头啦，团好行啦，无啦山路暗时无快通行，你知无？
三棍头嘛比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家翁也陪。好行啦，无啦山路暗时无快通行，你知无？行。阿姐，再见哈。再见哦，一路顺风啊！再见哈。阿姐哦，行好诶。哎，特动的啊！哎哟，等你妈呢，等一个较凶嘞。若参像你这款的行法哦，啊是要行到当时才会到哈。我最近行较会慢的啊。哈，嘿嘿嘿，生性的啊。系啊。我看吼，你是伫咧行袂开骹啦，对吧？是啊，我本来就行袂开骹。你唔通袂记的哦。当初咱伫要下山的时阵啊，你就已经甲我讲好，咱是伫要去处理来往的代志。伊的代志若解决好势，咱就伫要搁回山。啊，你嘛有甲我答应咧？啊，等即马代志都拢讲办清楚啊，对无？咱修行的人啊，唔通互即个花花世界甲咱迷去呢。好啦，我知啊啦。知啊吼，真是孺子可教也。对了，套套。人伫咧讲功夫吼，三日若无溜就会爬上树。嘿，先咧想讲要甲你试一个哦。哈？你要试我？嘿啊。啊，你要哪样试？先咧走互你练，啊，我看你吼功夫有倒退啊无？来，走。我一只狗，我使要走好久，我又搁倒倒。来。头家啊，无要卖啦，去别位买啦。头家，我毋是要来买物件的啦，请问一下，大金宝敢是住伫遮？你是啥？我是个朋友啦，我要来找大金宝的。你要找大金宝？已经走啊啦。哈？是啊，已经走去啊啦。你若要来送伊吼，嘛较早的。是啊。请问一下，伊啥物时阵走的？啊，为佗行的？啊，都拄仔才走尔，伫遐为平遐山路遐去啊。谢谢哈，谢谢。知啊，都较慢的啦。特动的。哎呦，你行即落行的吼，打狗遐你就打袂死啦。知，你安尼搁走落去哦，我会挡袂牢呢。休困者啦，吼。所以我讲你吼，骨头拢强要生鲜啊啦。若是搁再继续大落去，你就捡干了了。知，拜托的啦，休困啦。好啦，休啦。真好，知，你真好的呢。你哦。大金宝，头，大金宝，头，你袂安怎？心情红，三棍头嘛比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家翁也陪。真好看的啦，互你休困，你搁休到真正要互困去哦哈。好啊，咱伫遮已经耽误真侪时间啊，唔通搁再休啊啦。若搁继续落去，日头落山，山路真歹行呢。行。哦，要搁行哦。大金宝，头啊！你是咧创啥？你唔行，搁咧看？唔是啊，知，有人咧叫咱呢。叫咱，嘿嘿，我看你是神经过敏哦。伫这深山哪内，什么人要甲咱叫？你免假啦，行。哦。大金宝，知，你看，惊无？头啊！你了啊？你要紧啊无？不要紧。
好佳哉，好佳哉，我了着恁。哎呦，甲你讲，你都变遐尼啊功夫，啊若无用都无要紧，哪就专工对遐尼远种来，到这要甲阮送啦？我毋是要来甲恁送的啦，我是要请恁转去斗找囡仔啦。哈，倒找囡仔？啊，这无可能的代志啦！我已经有讲啊，我无爱搁插俗事啊嘛。啊，若这个代志插落去，永远嘛插袂完，有对啊？啊，所以恁老爸甲我拜托啊，讲叫我将这件代志交互伊去办。啊，恁老爸出面就好啊，你搁找我？莫搁讲我阿爸啦，讲啥物要斗相共，结果还袂甲人讲代志吼，就甲人冤家啦。第二届吼，搁互人赶出来，伊搁讲伊无爱插啊啦，所以我毋才来请恁转去斗相共。好，你戆查好囡仔，啊你若无爱插，你毋是搁较好？恁会用去垦丁佚佗啊？哎呦，大金爸，拜托的啦，拜托的啦。哎呦，我决定的代志就袂搁改变啊！你咧，拜托的啦。哎呦喂！你是安怎样？我倒疼。我倒疼，看卖，真疼啊！大金婆就要登去五指山修行了，偏偏拄到小明的失踪，妥当的。为着要帮助秀玉啊留大金婆入来，用撇步骗大金婆，伊的步数敢会成功呢？趣味，大金婆好酒沉瓮底，好戏不断，而且大金婆送大奖，活动正在举办中，请问大金婆第40集敢会登去山顶修行呢？来批请假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。大金婆制作单位收就可以，奖品丰富，卡手要紧哦！敬请下礼拜一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大金婆串工哦。是我痴情又苦强，伊是风是城是爱流浪。七夜八夜，观众朋友，恁所期待真久七夜八夜续集马上要开拍咯！阮伫这特别向全省征求8岁到12岁查甫同志2名来演小七夜、小八夜角色，也有16岁到20岁女主角2名。好消息，好机会，大家厝边头尾斗相报一个，应征来批请假，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，奖益制作公司收就可以了。敬请下礼拜一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大金婆串工。